租客權益法案 Renters' Right Bill 對私人租客帶來重大改變。法案嘅重點係為租客帶來更大穩定性。法案將廢除 Section 21 Notice， 即係租客唔需要再擔心業主隨時可以要求佢哋喺2個月內搬走。同時，大部分租約將會變成 periodic tenancy， 意思即係租客可以一直租住物業，冇固定租約期限。如果租客需要終止租約，仍然只需要提前2個月通知業主。租客唔需要再擔心會無故被驅逐，可以建立穩定嘅生活。除咗帶嚟穩定性，法案亦會設立全新嘅業主監測系統 Landlord Ombudsman Scheme， 提供更清晰嘅糾紛解決途徑，處理租客同業主之間嘅問題。另外，政府亦會成立私人出租物業資料庫，提高租賃市場透明度，以便地區議會打擊違規業主。喺加租方面，法案規定每年最多只可以加租1次。法案亦會將 Decent Home Standard 適合居住標準擴展至私人租賃市場，確保所有租客都可以住喺安全、符合居住標準嘅物業。整體嚟講，租客權益法案嘅目標係建立一個更加公平同平衡嘅租賃制度，保障租客同負責任嘅業主。如果你對法案點樣影響你有任何問題，歡迎聯繫我哋嘅租賃團隊，或者上我哋嘅網站了解更多詳情。